榮獲提名最佳導演悲劇正劇包括司徒偉卓、天下第一流、香港話劇團。好一座危樓，誰是主人，誰是客？只三間老屋，時而明月，時而風。邱庭輝兒子，香港話劇團。準備好晒啦？係啊。陳炳超、盧怡敬，月明星希2.0，前進戲劇工作坊。黃顯仁、李詠蕾，完美的世界，前進戲劇工作坊。有請胡麗英幫我哋揭曉。林澤群啊，你攞過最佳導演嘅喎，我有咩？你有冇啊？ OK 係啊，係，我努力緊啊。好，榮獲第34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導演悲劇正劇，司徒偉卓天下第一流香港話劇團。恭喜晒阿 Roy！ 佢喺邊度啊？有請天下第一流嘅代表，亦都有出色嘅演員邱庭輝，同埋導演，同埋好好嘅朋友。有請邱庭輝，俾晒面㗎啦。Thank you。我唔係司徒偉卓。咁佢就嗌我，佢話一定要多謝劇協頒呢個獎俾佢，同埋感謝香港話劇團俾佢呢個2次復排嘅機會。其他咧你就自由發揮啦。所以唔緊要㗎，輝。我作為你好朋友，你講乜都得㗎啦。我好感謝。我唔知下一次有幾時。老婆都嗌你講啊，講。機會唔多。係。我夠膽㗎。我好感謝兒子成個創作團隊。我成晚話你嗌你自由發揮㗎嘛。係啊，自由發揮。唔係，同埋佢都有講嘅，其實佢想我攞嘅，係啦。咁我一路我喺下邊嘅時候，個腦飛過好多嘢啊！我有啲奇怪嘅時，我會諗下，我希望我唔使上台，因為我好想聽其他人講嘅嘢。我驚我自己講嘅嘢，我其他人講得好好。但係我一路我就諗，如果我唔攞，然之後其他兒子提名嘅人可以攞到就好啦。咁但係我哋就喺攬住一齊，但我好多謝你哋，我好中意你哋啊！每一個 Rachel 啊，所有 designer 啊，唔係，嗱你知道啦，我特別講 Rachel 唔係因為我特別中意佢，因為團隊裏邊都知道我記人名係有問題㗎。我用咗合作咗好多次，我先記得晒佢啲名。好唔好意思？我講咗邊啊？我真係講緊兒子喎。好。我喺度講一句我想同好多人講一句多謝。我相信我因為記名有問題，但係我驚漏啊。但係我講多謝，我覺得你哋應該會收到嘅。我多謝。而我一定要多謝司徒偉卓。如果唔係，我就唔會有機會企喺度講嘢啦。同埋佢的確係我係因為做咗佢嗰次副導演，我先至決定入APA 再去做讀導演，然之後想做導演。我發覺嗰個世界好吸引。sorry， 冇事啊，呢個利器嚟嘅，好硬淨㗎。係，然之後有一個人我係一定要多謝嘅。
我記得我識咗佢好多年㗎啦。我當初入演藝學院係咪有限時 ？sorry， 我講快啲。我當初入演藝學院嘅時候咧，咁然之後我第一件事話俾佢聽嘅時候，佢就非常之擔心嘅。佢對我前途好擔憂。然之後我第一次有機會上個台，我唔多啊，因為上呢個台，所以我壓多少少時間。上個台嘅時候，嗰陣時我覺得好老土呢啲，所以我冇多謝佢。咁我唔知下次有幾時，但係所以我今次我一定要藉住呢個機會多謝佢。佢就係馮慧恆阿寶。我同佢其實冇血緣關係嘅，但係佢一直都鞭策我，鬧我，然之後鼓勵我。我亦都一直都好想追隨佢嘅腳步。去做得更加好。我多謝佢，同埋我最後得啦。同埋最後咧，我要多謝3個喺我生命而家裏邊最重要嘅女人。我媽媽曾燕霞小姐，我老婆黃偉慈，同埋我個女邱靜彤。今時今日，我每一次創作佢3個就係我心目中點樣把持選擇嘅一把尺。我每次都諗住最緊要我導嘅嘢或者演嘅嘢係俾佢哋睇，我過得到佢哋，我就無愧於心。多謝大家。雖然唔好意思啊 Roy， 唔緊要㗎，OK 啊，佢俾你自由發揮啊！再一次恭喜司徒維卓，咪就係你嘅 moment 咯，同埋阿邱輝係副導演嚟嘅，多謝阿輝。